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7月30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约书亚记23章第1节到16节，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34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谨慎自省。以色列人出埃及，伫旷野踅40冬久。这个40冬的旷野经历，侪人拢有疑问啦吼。为什么上帝要带领因来踅旷野？本地会当伫短时间，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吼，就是因为因人数真济啦吼，较慢。但是几个月时间却踅40冬，这40冬的中间，咱有真济疑问。当然，咱真济时阵，咱有一寡答案、一寡想法。比如讲，咱讲以色列人吼，因都毋捌上帝啦，因为因伫埃及已经住430冬啊，所以因差不多应该是讲规划做埃及人啊。嘛因为以色列人需要学习上帝的律法，也因为上帝爱改变以色列人的宗教习惯，嘛因为上帝要互做奴才的以色列人来成做上帝的奴仆，成做上帝的囝。嘛因为上帝知影因需要深刻来体会埃及的神明毋是上帝，只有摩西喙内底迄个自有永有的上帝才是因的依靠。当然，还佫有足侪因素。嘛，因为安尼，咱对圣经的中间看见以色列人一摆搁一摆想要倒转去过去。因讲，阮伫埃及有肉通食。当因拄着无水，也是水苦的时阵，因又搁再度来抱怨，因来骂摩西嘛，怪罪上帝。当摩西上西奈山顶40天，因搁挡袂牢，甲阿伦讲起来，替阮做神像，通好伫阮的头前带路，因为带阮出埃及第迄个摩西，我毋知因拄着啥物代志。当这个金牛仔做好了后，因又搁讲以色列啦，这是带你出埃及的神，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到第4节这中间。今日的经文约书亚虽然甲以色列人讲，恁到伫现在一直忠心伫上帝，恁的上帝，恁着爱继续对伊忠心。当恁进前的时阵，上帝已经将这个强搁大的民族赶走，到呾无有一个国家会当抵挡恁。看起来以色列人好若亲像真忠心伫军队上帝。但是事实上并毋是安尼，也因为安尼，所以约书亚才有需要伫伊的遗言的中间来提醒以色列人爱警醒、爱自守。咱伫约书亚记24章14节、15节，伫今仔日的经文后壁接续咱看见的。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来讲话吼，伊讲现在恁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去服侍伊，将恁列祖伫大河迄边甲埃及所奉祀的神明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恁掠做侍奉耶和华无好，今日就选择所要侍奉的。是恁伫大河迄边侍奉的神，也是恁所踮这个地阿摩利人的神呢？但是我甲我的家，
阮必定侍奉耶和华。咱会看到约书亚在讲这个场景，当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伫迦南地应允之地，因犹原还未将迄个五常除掉，还阁伫迄个所在有坚持。所以，咱看见约书亚伫临终的话中间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应当谨慎，因为一点点仔无谨慎，因就会去互迄个原来受影响，倒转去敬拜原来的五常即种的生活，迄才就是归去就离开上帝的路啊！搁一摆行往另外一个旷野。基督徒千万爱警醒家己，免得离开上帝的道路，跟对撒旦的路来行。迄不但毋是信仰的旷野来行，阁是有可能是一条死路。基督徒毋通安尼掠做家己真有法度啦掠做救恩已经全部拢得着，就安尼无介用心。认为讲都无需要谨慎，这好像亲像现代真侪国家也是民族，因咧面对防疫的代志共款，因讲也无代志啦，无代志，所以毋免大喙暗，也毋免做防保护的工作，所以你看逐所在的疫情又搁爆发。捌有基督徒问牧师讲：上帝是四灵敏的，饶啥人毋对的主，所以咱着爱应该亲像迄龙珠安尼共款啦。先来乱世来啦，最后才来悔改就好啊当然，牧师毋敢甲遮会提出这种讲法的人讲，你绝对袂使啦亲像约书亚讲的，这你家己的选择。但是即种的话听起来好像亲像一个青少年，拄接触毒品的时阵，总是对家己，也是对苦劝伊遮的人讲：哎呀，无问题啦，我控制会调啦，我时到则个马上改掉就好啊啦。咱拢知影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而且，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像浪子安尼，伫还阁有机会时阵就回转呢？或者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像伫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边迄个强盗共款，会当把握到最后的时刻，互耶稣来接纳呢？其实，一旦咱放弃原来的机会，是毋是还阁有机会通好来把握追求救恩呢？值得咱来思考啦保罗嘛安尼甲咱提醒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培训的中间，伊讲，所以无论什么人，若是用敬虔的心食主的饼，啉主的杯，以及模范主身体教会。每一个人必须爱诚心在家己，然后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如果伊袂通辨认所食的甲对主的身体有关，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家己审判。如果咱已经领受救恩的人，却犹原亲像遐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活伫过去，还搁在说旷野。咱就是家己找审判，咱模仿着耶稣基督身体甲宝血迄种的救恩。保罗用守圣餐来提醒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着爱时时审查家己，免伫领受主的救恩这个圣餐的时，就食家己的罪，啉家己的罪。愿上帝帮助咱时刻会当警醒、谨慎自省。会当随时超倒转来行上帝的正道。